一招按对2个穴位，想睡就睡，每天10分钟，睡觉变轻松。神门穴，神门穴的定位在小指和无名指之间的延长线，在手腕腕横纹的交界处。按揉的时候，用1只手的拇指在神门穴做按压，要感觉到有酸胀。每天睡前各按2到3分钟，有助于安神，缓解焦虑，帮助入睡。安眠穴并不属于12经络当中，但就是因为它对调养失眠的效果好，所以成为中医明心穴。简易的取穴方法，将手指并拢，脚趾的指尖放在耳垂，我们中指指尖所在的地方就是安眠穴。轻轻按压的时候会有酸胀的感觉。按摩的时候，双手的中指指腹进行点按1到2分钟，然后再揉30秒。还有一个增效的办法，就是睡觉之前呢，用温水泡脚，一边泡腳一邊進行穴位按揉，10分鐘睡覺好輕鬆。經常按揉這2個穴位，幫助睡眠，緩解焦慮。係嶺南寶媽歡歡，關注我，輕鬆養生，陪你將生活過好。